自從河馬上完庭之後咧，就一直都沉寂多時。最近咧，聽其他 YouTuber 行家講起咧，原來河馬咧申請醫療費用豁免嗰個 case 咧，相關嘅投訴咧就正式喺 HA 嗰邊立咗案啦。Hello， 大家好啊，我係 Case 啦。咁呢個頻道咧會同大家講一啲社會時事熱話啦、動物議題相關嘅。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留言啦、訂閱啦、點讚同埋分享嘅，多謝大家先。都歡迎大家咧就影片嘅內容咧下面留言區嗰度咧就作出留言啦，多謝大家。咁我哋馬上開始今日嘅話題啦。河馬呢排咧就冇乜新聞啦，而且咧貼文啊亦都唔多出嘅關係咧，表面上就看似沉寂啦。而我咧或者其他 YouTuber 咧，相對而家咧都有少少時間咧，冇以前咁急促嘅話咧，咁就可以慢慢去講下咧，亦都可以炒下舊料啊，做下一啲總結咁樣嘅。我咧就河馬呢單 case 咧，其實都有問過下 AI 嘅意見啦，即係講起話河馬啦、葉秀定咧定罪坐監嘅機率咧，究竟高唔高咧？其實咧 AI 咧都有啲答案俾到我哋可以參考下。咁當然啦，呢個只係 AI 嘅一啲答案啦、啲預判啦，咁又係咪真嘅咧？又未必嘅。咁 AI 咧自己都答得好保守啊，都有戴頭盔嘅。另外啦，影片嘅後邊嘅部分咧，都會講下河馬呢一啲呃福利啊、涉嫌呃福利嘅情況啊，同埋啦其他網台咧，譬如同河馬一齊咧，都有舉報一下河馬嘅情況啦，譬如公屋啊，又或者係譬如呢個醫療費用豁免嘅問題等等啦。簡單講一個小嘅結論咧，就係話河馬會唔會因為前排雙阿伯嗰單案要坐監，坐完監出到嚟之後咧，再就呢個欺騙一啲福利啊等等嘅情況咧，又要再坐多一次監咧？玩下手啊，會唔會係嚟緊5年啊、7年咧，都係喺牢獄中度過咧？本身就好地地啦，喺街市咧就賣下嘢啦，識咗個身家有400零萬嘅阿伯啦，本身咧所有嘢都係一路都好好嘅，正常發展嘅。可能啦，因為河馬咧提款就提得太急啦，咁樣咧就驚動咗家人啦。其實講真啦，換轉頭去諗啊，你慢慢撳啲錢啊，可能咧慢慢真係可以攞到初啲出嚟都唔定嘅。卒之咧，因為太高調嘅關係咧，就搞到人財兩失啦，想埋東張西望都未知衰啊。最後啦，傷人案收場咧，如果搞到連公屋都冇埋咧，咁就真係有趣啦。事實上嚟到講阿河馬啦，即係葉秀定啦，目前咧涉及嘅案件咧，主要就係同阿伯啦，即係何圈啦，互相嘅一個傷人案啦，互毆嘅傷人案啦，咁有意圖傷人啦，或者一個普通傷人相關嘅一啲控罪等等嘅。而案件咧，亦都去到呢個區域法院嗰度提堂啦，咁而最新咧係兩個都會被起訴，並且可以保釋外出咁樣啦。AI 咧都有解答到一啲情況嘅，例如啦話而家嘅控罪咧係傷人17啦，其實一般我哋平時 QL 都有講起啦，就唔係一個單純嘅民事糾紛啊，喺一個咁複雜嘅糾紛啦入邊咧，或者係傷人案件控罪入邊咧，而家河馬咧係申請呢個法援咧就被拒啦，喺一個冇律師協助啦，冇一個任何嘅法律觀點、法律知識去協助嘅情況之下咧，其實由河馬自己去進行一個審判或者自己進行一個自辯咧，危險程度係相當之高嘅。另外啦，雙方咧其實個保釋嘅條件咧都係好嚴格啦，包括咧就唔可以接觸對方啊，或者討論案情等等啦。始終嚟到講啊，喺坐監嘅機率方面咧，香港嘅傷人案啦，尤其當涉及到家庭啦、熟人啦、朋友啊、互毆啊、有醫療報告報道傷勢等等嘅咧，定罪率咧普遍都係高嘅。咁而一般整體刑事嘅案件咧係超過80至90% 嘅定罪率嘅，即係好似之前我哋即係其他 YouTuber 又好啦，或者 KOL 又好啦，講起嘅一去到區域法院咧，其實個定罪率咧就非常之高噶啦，冇翻咁上下把握咧，其實就唔會 charge 到去區域法院嘅。實際嘅判刑啊，其實都有視乎翻個傷勢嘅嚴重程度啦，包括有冇醫療報告啊，或者會唔會一啲永久嘅損傷，例如頭痛啊、麻痹等等啦。嗱，而家咧河馬咧就好努力咁樣同人哋擺出一個咧就係，哎呀我有永久損傷啊，我頭痛啊，又頭暈啊，又有啲乜嘢不適啊，身體不適啊，人多我就暈啊咁樣，即係擺出一個咁樣嘅姿態啦，試圖去塑造到就係自己都係受害者嘅一方啊。相反啦，阿伯呢邊咧亦都係唔讓嘅，阿伯咧長期戴住個手指套啦，嗱，相信呢隻手指咧真係有傷害嘅，或者有某一啲嘅程度嘅損傷啦，而亦都之前有講過啦，就係可能隻手指係屈曲唔到啊等等嘅情況。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啦，咁加埋阿伯咧始終年紀大好多啊，嗰個受傷嘅程度咧個 percentage 啊，應該咧都會係大好多啊嘅時候咧，就睇下啦，究竟咧阿河馬會唔會認罪啦？基本嚟到講，我哋簡單認知啦，都係認罪咧就可以減刑嘅。咁但係咧，如果自辯啊，為自己進行辯護嘅話咧，個風險咧就一定係極大噶啦。法官方面咧，佢亦都花時間去向河馬可能解釋翻嗰啲法律嘅條文啦。咁所以咧，嗰個案情咧，去即
嘅審判嘅速度咧會拉到無限咁長嘅。每一樣嘢咧都要確保到阿河馬咧係咪明白啦，係咪了解嗰個控罪啦，或者明白嗰個法律嘅字眼啦、術語啦、背後嘅含義啊，你有啲咩嘅法律觀點或者法律角度去解釋翻你嘅控罪等等咧。因為啊，我哋同時間都要考慮埋個被告嘅背景啦，我哋都想象到啊，河馬可能係佢個本身嘅人嘅知識啦，或者讀書啊、教育水平啊嗰啲唔係特別高啦。咁另外咧亦都睇到會睇翻佢啦，有冇一啲精神科或者精神病嘅記錄啦。咁所以咧曾經譬如入過精神科啊，曾經入過院啊等等咧，其實都會有可能去影響到嗰個量刑嘅起點或者個罰則等等嘅。另外啦，證據方面啦，包括閉路電視啊、證人啊、啲醫療報告啊、證明等等咧，呢啲咧都係有幫助去定下河馬罪啦。雖然啊位置上嚟講咧就點樣都有少少尷尬噶，即係譬如你話屋入邊啊，又或者譬如走廊啊呢啲位置咧，會唔會有機會有 camera 可以錄影機錄到啊？或者有幾多嘅人證可以見到啊？等等咧，呢啲都會有少少嘅 tricky 啦。目前睇嚟啊，定罪嘅機率咧其實都幾高嘅，可能有超過70%至到80%啦。因為咧已經正式起訴啦，並且咧多次提堂咧，一定咧就唔會輕易去撤控噶啦。但係喺呢一方面嚟到講咧 ，AI 啊亦都判斷啊，就係話咧呢個即時坐監啦嘅機率咧就唔算高嘅。一般嚟到講啊，可能都係會判緩刑啦，或者社會服務令啦，又或者短期監禁啊，都要視乎翻個傷勢同埋當時嘅求情等等嘅。尤其啊，如果證明到咧阿河馬當時係自衛咧或者互毆嘅話咧，責任咧係平均分配嘅。一方面咧就非常重要啦，有律師同冇律師嘅話，如果咧阿伯咧有律師嘅話咧，可以睇下會唔會可以試圖去打到就係由河馬喐手先呢一個論點去進行一個判斷啦。如果所有嘢係由河馬動手先嘅，或者所有嘢係河馬喐先嘅，咁樣咧到最後咧證明咗，就算譬如阿伯有傷人啦，或者調翻轉頭河馬嘅反擊咧就唔構成一個正常或者合理嘅自衛啦。咁樣咧河馬咧好大機會咧都會入晒啦，或者叫入到好大部分嘅罪啦。老土啲講咧，就係其實個機率係唔低嘅，咁但係咧就唔係100% 可以坐到監啦，亦都好大機會咧係一啲有條件嘅判刑啦，或者緩刑等等嘅，最終咧都係要正式審判啊嘅判決啊先知道結果。另外啦，都順便講下咧，就係講起話可伯譬如投訴啦，或者叫做阿河馬咧會唔會真係冇咗間公屋呢個 case 咧？而家嚟到講啊，只要咧嗰個控罪咧，如果可能會最高啦，譬如判入呢個終身監禁嘅情況嘅話啦，又或者如果定罪係嚴重嘅，尤其係涉及一個永久傷害啊等等嘅話咧，入獄機會高咧，咁導致到咧單位咧長期空置嘅話咧，房署啊係可以咧用一個非主要居所咧咁樣去收回嘅。另外啦，都提及到啊，譬如公眾關注高啦，咁亦都有網民舉報多啦，等等咧話，譬如啲資產係超出咗上限啊，又或者譬如阿伯咧長住但又未加名咧，令到加大咗房署嘅壓力啊。當東張嗰啲咧都報埋嘅時候咧，其實咧都會有可能作出一個主動嘅一個調查資產啊或者居住情況嘅一個調查咁樣啦。咁一旦 trigger 到房署去做呢啲嘢咧，其實就好容易會去收翻屋噶啦。另外啦，河馬咧有一個精神科嘅記錄啦，同埋一啲直播嘅行為咧，呢啲啊都可以當為一啲滋擾啦或者不當使用單位咁樣嘅。咁喺扣分制度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都會有扣分嘅處理啦。最重要嗰樣啦，就係之前都有人影到啦，就係佢譬如喺 RHA 嗰啲支援啊或者援助啊，可以醫療減免啊等等嘅話咧，咁如果一旦被發現或者被定罪嘅話咧，其實都係會有機會去監禁處理啦。以往咧或者以前嘅年代咧，可能即係政府相對比較富裕嘅年代咧，咁可能以前多啲錢嘅時候咧，就冇捉得咁嚴，管得咁緊啊。但係咧近年咧，政府可能經濟環境都不太理想啦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開始越嚟越多咧捉翻一啲咧係可能譬如疫情前後啊嘅時間呢，一啲可能譬如曾經過政府資助啊、過津貼啊等等嘅咧，咁其實開始咧慢慢都浮現翻啊。咁所以咧河馬可能咧搞翻3-5-7年之後咧，隨時會再俾人 charge 多一次嘅。咁但係啦，我哋都可以放長雙眼睇下啦。阿河馬咧會唔會好似阿黃青霞咁樣啊？即係咧叫做有單案完咗之後咧，咁就失意啦，跟住之後就翻大陸度係咁就算咧，定係還是都會選擇繼續留喺香港嗰度戰鬥到底咧？咁今日就講住咁多先啦，多謝大家。咁我係 Case 啊，呢個頻道咧會同大家講一啲社會時事熱話啦、動物議題等等嘅。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留言啦、訂閱、點讚同埋分享啦，多謝大家先。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